我认为火锅、麻辣火锅，火锅给我们的打开感，就是对一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。管任何事是挂在心上的，是最好治愈伤口的一个良药吧。它可以很便宜，它也可以很高级，不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，我觉得火锅如书，那么我们是吃火锅长食材，它的那种升腾、那种鲜活，是特别像极了这种摇滚乐的一种现场。搞了火锅那么多年，上午4大跟儿子5大，都冥冥之中都安排好了啦，让我享受到了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乐趣，让我开启了我第二个的一个生命。我们就必须把它做好，给他一种动力。我的生活就是最奋腾的时候。火锅我觉得是因为朋友们在一起，围炉的感觉。我跑船的时候，就是最想吃的就是我们家乡的大肠火锅。出来做人做事几十年没关系的，就是交个朋友。围炉一起的话，更加有那种温暖的感觉，而且也有一个噱头让大家聚在一块。